进来都是拐子啊。没事走，没事走。好球！注意啊！加好球，加好球！谁的？谁的？讲清楚！他们都要从3分跑出去一点。带挺爱感，陈佑。没去。听我陈佑。还有，外面。退，不要下。建恒，站起来！还要去3秒了。建恒，专注，盯来。他说在手头跑出来了。哎，推人了！抓爆！好球！爱火箭跟他们控场合作。你讲无道理啊！你走嘛？喂，阿俊，喂，等我一会儿。不要，控门。手打开。对呀，哪里？现在你可以举一下没关系，因为你跟球员说不过，对，没有人先投跑了，然后可以看那个先。等等，好球！边啊！好球！哦呦！哎，好球！交代一下好不好？后面。叫人过来做，不是这样换，这不可能给他这样换。对。震撼。
2、1。要一个，要一个。好球！太可惜，不要急啊！你这个球队还要急打个头啊！好的。好，没有。不，搬了。可能进攻他。我要扩大你这个，但另外一笔说的说，他要把时间套，赢得是大在 NBA 这种表演性质的状态之下，都试着去突破。他那真忝嘛，爱个足久诶，你荡到一个谷底之后又再反弹哦，能有很长一段黑暗期，所以说还是让他能够稳定的在持续长大。好球！选不了选多，选不多，他就喜欢玩这个，外动啊，外动啊，你唔就可以代替大家上架，我这边唯一的对啦，大家一个这个好球！这个不是也是可以不用受到负影，但是有用处。就像当成普通胖哥在追的。对，把它当青菜萝卜在吃，随时就可以砍他一把。让你的，他们在这里嘛，最近。大号的。哇，好大，哇，好大！找人！跨六强。
进球，还有一种他吹两个习惯，他这个就是会进入到一个你吹两个习惯，吹两看到三秒，你习惯走进去的话，跟你得快，得到就是快点。这一些会吹就失控。